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那是呢，伫咧创业就业拄着问题时阵，应该安怎办呢？尤其现主时哦，已经是毕业的季节，有足侪毕业生吼，已经开始要来找头路啊。因拢会烦恼讲，我到底敢有法度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头路呢？所以今仔日咱《市民时声》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哦，伊是会当伫咧就业、创业，也佮有职业训练，以及呢各种技术技能的考试方面。提供大家上届实际协助的一位来宾，咱今麦就来欢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刘邦栋分署长，欢迎分署长。主持人你好，咱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哇，非常欢迎分署长哦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啊，我一开始就要来请教我们分署长哦。大家也听到讲吼，你这个云嘉南分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单位呢？是不是先给咱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是，感谢主持人吼。云嘉南分署，伊是伫咱台南市寒田区的工业区内底吼。这个单位呢，主要伊负责的项目是职业训练、就业服务、技能检定、加创业贷款辅导哈。那我们在职业训练的部分，那有30个训练的职种在自办实践训练，那种类涵盖机械、电机、电子跟营建的训练班别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职业训练的种类是很丰富的，那主要的训练的对象是待业的民众啊。那在职劳工的部分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职能提升的机会，以及我们也提供企业在补助这个教育训练方面的这个计划。那就业服务的方面呢，我们分署提供的是固定专人、单一窗口跟一案到底的服务，所以欢迎我们市民朋友多多来利用我们就业中心所提供的资源。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呢，欢迎到就业中心来，那也可以先电话预约哈。我们都有专业的服务同仁，非常热心热忱的提供这样的一个就业服务，不管是我们在适性的测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要找工作或者是要参加职业训练，我们就业中心的伙伴都会陪伴您在这方面来提供热心的服务。来到就业中心绝对不虚此行。那么我们这个分署除了担当职业训练，还有担当我们就业服务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个对我们市民朋友一个非常好的福音跟机会，就是在技能检定。我们都知道，现在实际上在工作职场上，如果你拥有一技之长，而且有证照，那对于找工作或者是获得加薪的机会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规划了40几个这个技能检定甲乙丙级的证照，合格的场地有将近120个合格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检定数量。所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职业训练，或者是来分署报名参加技能检定对我们市民朋友未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都非常的有帮助那另外在创业的辅导贷款的部分那现在其实劳动部提供的这个创业辅导贷款非常的丰厚，从今年开始，我们从原先的100万，现在提高到200万的额度，而且非常的好，免担保所谓免担保是免担保品，而且是免保证人。那前2年的利息全免，而且参与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课程是完全免费。那包括我们在规划申请上也有专业的这个辅导委员专家来提供协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有心要创业的市民朋友来讲，可以多参加的利用那当然我刚才提过了，职业训练的部分是我们云嘉南分署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业务服务项目。那我个人其实在
云嘉南分署上班呢，坦白讲，我也跃跃欲试，很想参加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的课程哈。那么当然各位也不要觉得这边太远哈，因为我们都设想到了，就是有提供这个接驳的交通车，那供我们市民朋友如果到龙田火车站的后站一下车，我们就有接驳车进来哈上下课。所以全年度呢，我们在这边的自办职前训练还有委外训练的部分，可以达到1万人次的待业朋友接受我们的技能养成，同时呢。我们的所谓的在职劳工的训练也可以达到13万人次这样的一个训练能量哈，所以对我们市民朋友，不管你是待业要找工作要学技术，或者是你现在有工作，可是觉得说一技之长还不够，希望能够学跨领域或者是转业需要的技能，欢迎各位能够跟云嘉南分署来联系，相信各位绝对不虚此行。对，所以云嘉南分署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业还有职业训练方面，尤其现在很多人一样技能是不够，像撸这，你自己以后就业你的机会就更多嘛，对不对？哇，那这方面我们云嘉南分署可以帮大家很多的忙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一段影片，看看说云嘉南分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它的最主要的服务项目是什么？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希望的双翼。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为促进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开发、提升及运用劳动力，自民国103年起，因应行政院组织改造，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台南职业训练中心及云嘉南区就业服务中心。整并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本分署位于台南市关田工业区内，占地42350坪，服务辖区为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云林县等地区，并持专业创新、感动服务、团队合作的核心价值，发挥区域运筹功能。掌握在地劳动力与产业脉动，提供就业服务、职业训练、技能检定、创业辅导4合1服务。崭新的服务团队于分署长、副分署长、秘书、技正之下设立10个科室。并设有台南职业训练场及云林职业训练场，以及7个就业中心与49个乡镇市区就业服务台，为云嘉南地区的民众提供完善的服务，达到贴近在地、贴近产业、贴近需求的目标。在职业训练部分，本分署提供失业者职前训练及劳工在职训练2大职训内容。由分署自行办理的失业者职前训练，以完善的机具设备与师资，规划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使失业者在短期内学习职业技能后投入就业市场。既有电机、电子、营建、机械、设计及服务类群课程，其中电脑辅助工程测量、创意家具设计及制作是全国唯一的训练职类。而委外办理的失业者职前训练课程，则委托高中职学校、大专院校、民营训练机构、工协会等单位办理。本分署提供多元的职前训练，让受训学员在短期内学习专业技能，提升竞争力，投入就业市场。劳工在职训练部分，由本分署运用自有设施与师资，
于假日或夜间办理在职人员进修训练，精进在职劳工就业力。训练课程规划有 CNC 电脑数值控制车床、广告创意设计绘图、机电整合、木工装潢等内容。上课时段分为夜间班、假日班2种，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本分署并与各大专校院、民营训练机构、工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办理在职进修课程，补助在职劳工3年7万训练费用，提升在职劳工知识、技能及态度，累积个人人力资本，提升国家整体人力素质。另外，也提供补助经费，协助事业单位办理在职员工进修训练，以提升事业单位人力素质、劳工工作技能及增进国家竞争力。另外，本分署也推动各项青年相关计划，并因应全球创客风潮，于104年推出全台第一部 Maker Car 行动自造车。105年在台南新营成立全台第一座以农业为主题的南方创客基地，积极培育创客人才。为加强学员们的职场竞争力，分署也积极辅导结训学员们参加各项乙级或丙级技能检定，同时也提供级测、级评、级发证、全国技术士等技能检定相关业务，简化作业流程，让民众们都能完成一技在身、一证在手的美好梦想。历年于全国与国际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所培训的选手表现出色。除了归功每位选手长期辛勤努力的结果外，更显示出分署职业训练具国际化水准，并于106年成立国际技能竞赛国手培训中心，成为统筹国手训练事务的专责单位。职训局对我们选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在职训局会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和时间，可以让我们投入在我们所训练的技能上。就业服务为本分署另一项重要的业务，主要提供云嘉南辖区内民众及厂商各项求职及求才服务。除定期举办各类就业促进活动、现场征才活动、就业促进研习活动、大专院校就业博览会，也提供多元化的求职管道。对于就业服务的对象，不分年龄层和身份别，都可以获得便捷、专业、优质的服务。在区域运筹的概念下，各就业中心皆透过单一窗口、固定专人、一案到底的客制化方式进行，并于107年在永康成立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协助青年就业。此外，本分署也协助及提供各项就业促进津贴的审核与办理，包括失业给付资格认定、雇用奖助措施、职场再适应实施计划等，更推动多元就业方案，透过与民间团体合作，辅导失业者参与民间团体工作，培养再就业能力。另外，协助各类特定对象，包括弱势青少年、身心障碍者、原住民、外籍配偶、中高龄、经济弱势户等，提供适性适能的就业机会。此外，分署并提供多元创业辅导，发挥区域运筹资源整合之成效。
展望未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期许成为亚洲最佳劳动力发展的实体与云端整合服务平台，结合职训及就服，就如同拥有一双强而有力的翅膀，撑着希望的双翼，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共同翱翔美好未来。在我们云嘉南分署的这个自己办理的训练课程，其实是真的相当的丰富又非常的多元。那这个部分，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市民朋友哈，云嘉南分署它开办的这些职业训练种类，坦白讲都是我们一般民营的单位、培训单位，它所比较不愿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要投资很大的设备、财力跟优质的师资哈。咱若讲到白，就是民间也感觉袂合啊。都无想要办啊嘛。对，这要动成本、动设备哈。但是基于为国家累积人才资本，他们讲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各个分署责无旁贷，所以咱台南市的咱的市民朋友，也是咱云林嘉义县市的这些乡亲哈足有福气的，因为咱云嘉南分署就是咱辖区来担当这样的一个国家人才培训这个责无旁贷的重责大任。我头先讲过哈，伊涵盖就是机械、电机、电子跟营建类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啊。那很多的市民朋友也许心中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讲真正训练了，就有就业机会吗？对啊。我坦白甲咱主持人甲咱市民朋友讲吼，咱市民朋友讲，实际上我离这个云嘉南分署已经第14档啊。我的观察甲我经过这训练过这班别这个数据统计哈，平均就业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哇，很高哎！嘿，足这种班别哈，是咱就业市场足夯的，都可以达到100%。哦。比如讲哈，咱头先讲的电机类的，我内底冷冻空调，水电，这种班哈，包括消防，我有消防设备管理。设备室这种的专业的这个训练，为什么咱起码都市化很多的高楼大厦，它需要一个有消防安全设备的管理师这个专业的技术人才，对，连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在培养所以它的就业市场非常的夯，只要我们市民朋友愿意给自己6个月的机会，来到我们关田工业区里面来接受培训，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来这里培训的市民朋友都能够找到一片天，有就业的机会。所以实际上培训之后，我们在就业辅导，透过我们有7个就业中心，还有49个在各区还有乡镇的就业服务台的专业热情的伙伴们的协助，都可以让我们市民朋友不仅可以学得一技之长，同时后端的跟厂商的就业媒合，我们也会一案到底的来予以服务哈。那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市民朋友多加运用。那很多人关心说，他上课的时间是什么？上课的时间，对，我们大概跟一般的学校差不多，就礼拜1到礼拜5，那大概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是我们的上课时间哈。那6日就休息。那当然，如果有我们市民朋友现在是有工作的，那我刚才提过，他想要累积自己其他的职能跟跨域的学习，第2、第3的专长。你能讲即卖的人要18般武艺，所以有一个专长、2个专长，伊感觉袂放心，有上进心，嘛欢迎来上阮的在职训练的课程。这呢，就是拜1到拜5的暗时，还是利用拜6礼拜这个假日的时间，都可以到关田的这个云嘉南分署的训练场来这边练功夫哈。所以这的训练的这种足多元的包括咱要做胖做蛋糕的烘焙，还是讲在座各位对这个广告设计，或者是我们讲视觉传达设计，甚至商品行销与设计，准做有兴趣的咱市民朋友，拢会用来遮练功夫学技术那这是足好的选择啦。所以不论你要
是有技术养成的，还是讲你真正吼，英国读册是为着爸母即马开始要为着家己的兴趣甲理想来奋斗，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到适合的班别，来参与职业训练。我想呢，每一个市民朋友若真正有心要来学功夫、学技术，拢是咱台湾进步的动力啦。这是咱台湾迈向全世界走得出去，甚至产品有竞争力，就是靠我们所有的国民、市民朋友大家有心除了家己即马的工作机会以外呢，互家己一个足好成长的机会，欢迎大家甲阮分家南分署来接触当然，阮嘛有甲即个企业界合办即个所谓的产训专班啦。什么叫产训专班？就是讲有个人训练呢，伊爱家己去找头路，伊较袂放心所以阮呢专工甲一寡有欠缺的事业单位来合作，比如说汉翔咱咧做金国号战机的汉翔航空工业，还是讲咱有即个是高雄跟台南交界有一种即个金属工业聚落，还是精密机械聚落阮会去找即个有欠缺的即个事业单位3、4个，还是讲大概5、6个 QQ 的，比如讲因爱15个、20个，因有开课的，咱就来开班所以来遮训练的即个市民朋友，伊记来，伊就知影足清楚，这就是叫做工作的保证班。所以你只要专心来遮学技术，你免烦恼6个月以后，家己爱搁去找头路所以咱这种产训专班嘛，足适合讲对于家己咱坦白讲较无自信，但是有心要来学技术的少年朋友，是讲咱讲到尾就是中年要转业的要开创第二春的，都欢迎来跟我们云嘉南分署这边联系。那我想只要有心，事业单位在选材都会给我们市民朋友一个很棒的机会。听起来很棒除了说这个什么空调冷冻机电还有就是说竟然还有那个广告设计，还有烘焙等等。像烘焙这个我就很有兴趣可是想要请教分署长就是讲那亲像咱市民朋友伊敢有啥物资格讲他会当报名？像讲阮搁咧上班安尼，会当去报名参加吗？对一般来讲咱坦白讲，咱讲台湾还是亚洲国家拢重文凭主义有的人足惊讲学功夫是毋？我也相关科系我也无大学文凭，无专科文凭。学历拢甲人袂比拼的，这训练的第一关就去用筛选掉。放心我伫遮挂保证，咱只要15岁以上，为什么是15岁以上？因为咱台湾把这个劳动力的人口定义是15岁以上。是15岁。所以咱讲到尾，你也是一般事业单位咧食头路，你啊15岁未满15岁，那是非法工作啦咱讲连童工都够不上，因为童工嘛要15岁以上，16岁未满所以那15岁以上的咱市民朋友，基本上就符合我们所谓的劳动力的人口这就是阮云嘉南分署要服务的对象，所以只要年满15岁以上，你目前待业，咱待业就是讲咧找头路，有心要食头路，待业市民朋友，有咱的国民身份证，是讲无要紧，你无国民身份证，但是咱即卖的社会，足侪甲咱做伙拍拼的新住民朋友，他有居留证，伊暂时无国民身份证，无要紧，只要你有心想要学习，想要找工作。那想要学一技之长，15岁以上的我们待业的国民，或者是我们新住民朋友有居留证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是职前训练的部分这是职前训练。像我如果有工作，我是叫做在职劳工的训练。对。那在职劳工的训练就是讲，什么叫在职？在职就是你有保劳保，还是讲咱有农保。对，咱有渔保那农渔保还是讲在职劳工的劳保当然像我是公保就袂用的所以这嘛甲咱市民朋友讲，这嘛有当时我也想要学这个技术的时候，我有当时讲，这个国家对这个军公教这个公保敢若无啥公平，那这好康的职业训练在职劳工的这个课程是给。就是有劳保的，那我是劳保的，我可以参加。这公保是不行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就是讲咱实际上劳动部
对于有劳保的劳工朋友的在职训练是很照顾的，而且是很棒的政策哈。对啊。所以他们讲善用政府资源真正足好啊，所以咱市民朋友那遵照有时间我是觉得可以多利用这样一个在职劳工的职业训练的资源哈。那咱头下讲的就是讲有的待业的民众或者咱的乡亲市民朋友，伊有职业工会劳保。但实际上，伊即嘛嘛是无头路。对，有些是技保的。对，伊是伊是职业工会，就是咱讲的无一定雇主的。伊坦白讲，实际上伊嘛是待业啊，或是失业咧找头路啊。只要你讲你职业工会劳保若退掉足无彩，实际上伊即嘛嘛失业。这部分你放心，你只要切结，就是讲你有农渔保是职业工会劳保身份的确实也是失业者，你的切结讲，我即嘛是待业中。我需要去做技术的养成，让我在找工作更有竞争力。这嘛是属于咱云嘉南分署在职前训练班，欢迎大家来报名。这样也可以，切结书签的对，切结也可以哈。好。当然，咱这训练期间希望讲6个月，大家拢完整来上这个课程。因为功夫较在嘛。咱因为讲3档6个月，还是4档2个月才会出师。即马咱把这个课程可以做简练、做精炼的。咱不上其他有的没有的课程，就完全在实务技术导向的课程训练。对。所以6个月上满，我们会给结业证书，会帮忙找工作，同时让你充满自信、勇气。可以踏到劳动市场，找到你事业的春天哈。那如果讲这个期间，那有的人在中途去加入劳保，找到头路，当然，安尼咱是这个规定就是讲先要让他离开职业训练的班别，因为这个咱即摆用电脑勾机嘛哈，所以你只要在训期间，就训练期间。是不能够有投事业单位保险，或者是投劳保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否则就会很抱歉就可能要失去资格哈。这是大家甲咱市民朋友小可提醒一下安尼哈。而且呢，我头下讲过，因为咱较偏远啦，当然偏远你也讲较好的，就是讲会用专心。袂像市区当袂当可能伊要走去看一个电影咧，要走去对球客咧吼。咱伫关田工业区这个所在，阮有15公顷，敢若一个大学这样的规模吼，所以环境是非常的优美。当然，伊遮交通较无利便，所以头拄有讲过，就是咱有交通接驳，互咱这个市民朋友来遮训练的时，上下课都不用等公车，有专车在接送当然使用者付费，咱会甲这个民营的游览车公司接洽，用最优厚的价格。有的人讲伫遮训练，暗暝市区也无麦当劳，也无食食，来恁遐安尼莫去我是感觉安尼足无彩，所以阮也设想得很周到，就是讲，阮内底有自有的餐厅。这个餐厅是阮自有的，就是讲伊并不是外包的，阮厨工是家己的，所以阮是放感情来照顾咱伫遮受训练的学员所以甲各位乡亲报告，3顿啦，早中晚餐，甲115块，很便宜耶，才38块多。中昼顿我去食45块，饭是在你卡在你底汤啦、水果、绿豆汤这种。完全拢全便便4个菜1个主菜。哇，安尼足俗呢，即马凊彩拢爱780块。所以阮笑讲你来的时可能40公斤，出去拢80公斤技术也有结果体重佫增加1倍。当然主持人会感觉安尼我无爱因为我要减肥，你会惊但是讲遮好的福利，就是你来遮上课足安心啦。早中晚我拢帮你设想经常无宵夜安尼尔所以大呢，敢爱租厝。甲咱市民朋友报告住1个月清洁费300块。那和你说，不是一天300块啦，一个月清洁费300块。所以你讲这个国家咱劳动部这个训练中心对咱的市民朋友真正有大心足大心当然热天咱总是这个用电会较伤，因为咱有挂冷气，这个挂冷气咱就大家分摊一下1个月收
这个冷气费300块，所以你若讲热天人若要开冷气，清洁费300，搁挂冷气费300，嘛甲600块一个月。你是咱台南火车站找一个大旅社，一暝嘛爱真辛苦，一暝嘛吼，真辛苦，一暝都无通过。所以对咱市民朋友来讲吼，来这训练学技术免钱。你若符合这个特定条件的特定身份，搁有职业生活津贴会用领。这么好哦。你食食走中原3顿甲115块。交通阮搁有专门的游览车帮你接送上下课。所以坦白讲，这么好的资源我鼓励咱这的市民朋友咱。与其一处咧怨叹讲失志讲这个社会拢无看到我这个千里马，还是像我这么重财，还是为这个社会这么公平拢无好照顾，免怨叹啦咱是穿卡里咧怨叹伫厝咧看电视，倒不如咱走出这个户外来咱云嘉南分署行看看你若有兴趣来。现场来报名，还是讲会用跟阮的工作人员聊一聊，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职种评看听，那真正有机会，咱就用来参加这种的职业训练，那当然讲职业训练唔是讲这个班来上，迄个班来上，安尼坦白讲有当时你立定的方向甲志向若不明确，咱讲的这嘛是浪费时间甲浪费资源所以阮是这个报名之后。会有一个测验，嘛免惊啦。这个测验唔是像咱咧参加大学联考，还是讲迄个即马国中的会考、基测、学测，讲是要考倒各位，唔是啦。最主要是讲，咱有专业的资讯师，咱也有专业的这个救护的伙伴。那这个测验的用意，就是要协助咱这个市民朋友，伊来报这个职类到底适不适合？咱先来测验了解看卖。那真正是适合，搁有潜力。咱经过这6个月的训练，迄个效能跟效率好才会好嘛，才会好。对啊，所以也许说我自己跑去报这个烘焙班，结果我就不会做，我反而适合去修冷气，对不对？对，讲咱经过这个训练师，还是讲咱的专家的辅导员现场去测验了后，跟你面谈，了解你适合什么样的这个训练职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不仅训练的资源不会浪费，对，同时对你来讲咱坦白讲，日头都是东方，咱一直拼命为西方咧打拼，结果你会感觉为什么我拢约袂到日头其实目标如果明确，那我们再来努力，那朝着自己的目标，朝着自己的兴趣，那一定会实现梦想，而且会很快的有效率、有效能，而且达到目标之后产生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欢迎市民朋友，那不要担忧来到这边没得吃、没得住甚至要花大钱都不用来到这里你会很轻松愉快，那用心学习，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养成的机会，所以欢迎大家。对耶，安尼听起来真正其实有足侪咱的市民朋友。因咱们个无啥了解啊，你看咱这波进检，可能还有很多人不了解，说有这么棒的服务，就是说你在之前训练就是这些，它其实是可以免费，对不对？15岁以上，然后你只要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然后他还会帮你做分析，你袂讲去学了你无介意的，无适合你家己，无适合你的兴趣，他会帮你做评估，说你还适合什么款的，倒一个班，帮你做安排，而且你看，不管是价啦、大啦、交通都有够方便的，这么好，我想应该。有四千人会想要去报名啦所以嘛是欢迎讲大家当去看卖，就是说你也不一定说我去马上要报名，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这个到底对我有没有用？好，然后我想分署长这样子的话，其实哇，你们培训了这么多，应该有一寡人才对不？一定不会混出来啊，是不是有什么案例可以介绍给大家来了解？案例足侪啦，系啊，应该足侪人拢发展了袂歹这有一个案例这是一个。伊学历坦白讲啦，以咱即马来讲，大概拢大专毕业。对。这个林先生伊干高职伊高职。但是伊嘛足上进的，伊
高职，虽然是高职但是伊嘛咧做电脑维修的工程师。但是咱即马知影讲，你看咱即马电视机，也是讲迄个个人电脑，其实这已经慢慢会失去。为什么？因为咱即马拢用行动装置的种，咱每一个人拢用手机还是平板，所以你安尼伊电脑维修的机会都无去。伊就去用资遣做无彩，但是伊嘛无实际，伊就冷静咧想讲，伊到底会用做啥？伊要学啥？才会用对着时代的这个需求伊想讲，安尼伊会用来报这个太阳能应用光电班。太阳能应用光电班这个班呢是搭上咱即马做行的绿能科技，绿能科技的所以你看咱台南市政府，咱台南市的市长不管是前任的赖市长还是现任的黄市长，据我知影的，拢足重视咱台南市绿能科技的发展。太阳能光电实际上是足行的，所以伊来遮学半冬了后伊为基础开始，你看配管配线，伊完全拢袂晓，伊认真了不管是配管配线，还是这个太阳能的组装，伊学了去考执照，不管是适配、公配，还是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应用以及伊拢摕到，拢摕到了，伊就足顺利搭上这个绿能科技的这个一个时代的列车，找到很好的工作，从基础的这个组装作业到现在变成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所以你看，咱薪水还很高，薪水很高对啊，80K， 哇，8万啊，他们讲，对啦，8万，跟我差不多，跟我差不多现在他们讲，你若即马未来呢，政府鼓励讲家户这个太阳能板，都能够奖励装设，我想这做袂完，这头做袂完，因为我知影即马太阳能的面板的设置，大部分也是咱工业区的这个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伊会有危机意识啦，就讲伊供电系统如果不稳，当然对事业的生产线会有影响。所以因这种太阳能的这个系统维护还是采购这种的石头即马是事业单位做行的，所以事业单位石头做袂起。所以你看未来呐，家户这太阳能面板都能够装设。那你就是像这种的太阳能的组装的工程师这种的事业单位，会甲咱即马学水电的市民朋友同款做石头会做袂完所以这个行业的前景袂歹。这就是讲为这个基层做起，做甲你看3档的时间，马上已经做副总，家己咧做头家薪水很看好，充满自信。这是足好的案例所以你若唔惊艰苦，还是讲真正有立定目标，欢迎咱的市民朋友那也许可以像我们林先生这样找到立定目标的方向，那就会有成功的机会。那另外呢，咱有一个7年级的嘛袂用讲妹妹啦即马7年级是咱社会青年主力那这位陈小姐，伊大约是学会计，伊嘛足乖足稳定的做10几档的会计。但是咱坦白讲，咱台湾事业单位咧做会计小姐的薪水，就很低2万块做10档嘛是2万几块，是足稳定，但是嘛足欠会计小姐，但是袂升啦。所以感觉我敢规世人敢拢要做会计小姐，伊就咧思考。因为读会计，反正是厝的寄望，还是伊感觉分数都用甲会计，伊想讲伊作为兴趣是画图，伊即马想要转业，何不妨朝自己的兴趣绘图这样来迈进所以就来报名阮的所谓电脑辅助机械绘图这种班因为这种班既可以学设计。也可以跟3D 结合，甚至是我们工业咱讲不管是模具类，还是这种
机械类群、电机类群，其实我们都需要经过电脑的设计、绘图哈，才能够做前置的这个设计研发的这个作业哈。所以引进来学这个班嘛是6个月了啊，很轻松的，他就到一个机械零组件的公司担任这个生产线的硬体工程师哈。那尾仔了，经过1年多的淬炼，也衔接的到一个还不错的公司担任这个软体的设计的工程师哈。那也是因为他有这种电脑的辅助绘图的相关的证照跟技术，那现在能够朝着自己画画跟设计的兴趣，又可以结合现在的工业设计或者是软体程式开发这样的一个机会，搭上了软体应用工程师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理想，所以他现在已经跳脱20几 K 的这样的一个窠臼哈，对，然后也朝着自己的梦想那薪水也稳定在成长。那最重要的是说，专业技术跟兴趣结合之后，他不会觉得只是为了工作，而是说每天他又具有挑战，而且具有成就感。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个转业成功的一个例子哈。所以真的鼓励我们市民朋友，不要放弃机会。既然训练资源是免费的，只要你有决心，给自己半年到1年的机会。来到这边专心的学习，那远离尘嚣，跟我们这边非常好的师资，同时我们不计代价成本，每年投资非常好的这个设备，那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大家累积的很好的职能，那么台湾在世界的舞台就会具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对啊，哇，真的成功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啦哈。那分署长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民众想要报名的话，他的管道是不是有很多，很方便吗？对，因为咱坦白讲，咱不管考试报名啦，还是讲参加什么的，拢爱亲身对啊，做麻烦的。骑奥还是坐火车，到现场去报名哈。对啊。当然，咱也是维持现场报名。那现场报名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亲身来咱这个云嘉南分署，看这15公顷到底来咧变啥办？了解了，你心里比较踏实。对。那来报名的时候就觉得这好，我就是要来这学技术，给自己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所以现场用报名。那当然咱为着服务咱的市民朋友，咱即马有各项的网络报名。网络报名就是咱手机摕来，资料填填的。发送报名，恭喜你报名成功。咱个一个回传简讯，对，这是做里边的。我想现在的资讯科技，各个公家单位或者是我讲事业单位都会采取这种便民的措施，网络报名，现场报名。那另外一个就是邮寄跟传真比如讲为人从我们的网站里边，他有看到报名表以填填的料以列印。用传真的方式，还是讲用信封邮寄，这个我们也受理所以现场报名、网络报名跟邮寄传真都非常的便利。那报名的管道也很多元。对，当然有一种是咱讲的，起码有些事业单位也许面临他可能经营管理或经营不善的问题。那有些市民朋友刚好是被资遣对。那被资遣基本上我们有提到，除了是可以到就业中心去做失业认定，因为我们国家还有一个不错的就业保险的失业给付的制度之外那透过我们就业中心的辅导来参与职业训练班的报名，咱坦白讲因为这个有迫切性，所以我们在正式录训上就会优先来做考量所以如果我们市民朋友有因为事业单位它经营不善，那被资遣，你也不要失志，你赶快透过我们就业中心，除了这个失业认定有失业给付这样的一个保险的福利给付，让你短暂经济不至于断炊之外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学职业训练，透过我们就业中心的伙伴来引荐，那么这个入训到你想去的班的机会
就会更高哈，就会更高。嗯那另外，其实我们对于国军的届退的退出役官兵也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这个机会哈。是。那这个当然就是要，如果我们市民朋友他刚好是届退的官兵，那欢迎你们可以跟单位的这个上级长官反映。那我们当然希望说，透过上校级的这样的一个推荐那可以在你届退之前就可以透过我们云嘉南分署这样的一个技术养成，对，那我们就可以一边我们讲这个叫代职啦，就是你的军阶军职待遇都可以保留着，然后在届退前半年进到我们云嘉南分署来练功夫。那这样的话，你退伍之后马上就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技术能力，那到事业单位里边来工作哈。我刚才提到成功的2个案例之外，其实最近也有一个，就是他从军担任士官长20年，退下来之后，他也被冲上，对，也不再被冲上来阮家学功夫他也是选择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这个组装跟维修的这个训练班结果以前嘛同款，因为做兵毕竟较唔惊艰苦，伊把这20档这种耐操耐劳的这个人格特质跟这个经验呢应用在这个太阳能面板的组装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结果大获他老板的赏识，马上把伊升做科长。我甲恭喜无偌久尔，伊即马甲我讲，分署长，我后礼拜要升副理啊。哇，这么好。你看，所以他们讲你若有技术，工作搁认真，肯做。他们讲工作中，不管是同事还是你的主管、你的头家，拢看一眼来。所以你看伊马上想讲做兵做20档，唔知甲社会脱节。对啊。结果你看，马上伊来这训练半当了，为基层的组装员到升为科长的干部，又接着分享好消息，要接任副理这样的一个工作，非常的棒。对，所以真正的我伫这有凡是工作者有市民朋友有兴趣无？你若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真的可以跟我们云嘉南分署来联络不要紧，0669859545，分机是1121、1122、1123这3支分机，来自咱云嘉南分署自办训练科的电话，打电话，给自己一个机会，那不要紧聊聊天了解说云嘉南分署有哪些训练的班别，有机会搭火车到龙田火车站那也许走路，或者是搭公车，或者是给计程车朋友一个养家活口的收入的机会几摆那我印象中无唔对，应该是上低啦咱无跳表嘛，只120块，无济啦，但是几摆19公顷的环境，有4个类群30个职类的这个训练职种，欢迎各位拨空来走走看看，选择你心目中适合也想参训的职种。那我想进来6个月，人生会大不同，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对，所以真的培养自己的实力很重要经过训练之后，你下一个工作可能就是会更好，改变你的一生。好，那我们最后的一些时间，我想要留一些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今嘛已经是毕业季，很多青少年朋友他们毕业了，那想要找工作，是分署长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好，咱大概云嘉南地区的青少年朋友，尤其大专青年大概毕业就业率大概70%，70%。70%。那通常毕业到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我们算起来平均要大概4、5个月。要4、5个月。对，其实也算蛮长的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势我们去年7月份。他的影片当中也有介绍我们特别成立一个 YS，我们讲 Young Salon 这样的一个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希望能够有专门的单位来协助我们青年朋友，能够从职涯探索、适性的这个了解，然后包括职场的适应，或者是他怎么样去从事面试。履历怎么写，
那或者是转业的问题，经过我们专业的这个辅导人员或者是专家呢，能够给予他一个中肯的建议，也协助他顺利的进到这个职场哈。当然，因为我们现在也跟永康就业中心结合了，那这有一个好处，结合之后就是我们的就业伙伴除了了解青少年朋友或青年朋友的需求之外，立即的跟我们的就业服务跟职业训练能够把它 match 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条龙的服务哈。所以我们无非是希望借由这样一贯的服务，一条龙的服务，可以让我们的青年朋友能够充分就业。就是我们的目标70%其实是不够，我们希望能够达到90%或100%充分就业。那同时也要缩短他们找工作的时间，看能不能把4个多月这个找工作的时间缩短到3个月、2个月，甚至一毕业就就业。那我想，对于他个人信心的建立，或者家长比较放心，甚至对我们台湾目前很多事业单位也面临缺工跟人才不足的问题哈。那我想这个多方都是殷切期盼，也是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努力也成立这样的一个 Young Salon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涯发展中心。所以欢迎我们青年朋友，真的不要客气哈，那就设在永康就业中心里边，多跟我们永康就业中心，还有你直接在网站上打上云嘉南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这样的一个网页，我们就有专人会，当然加入会员，然后我们就有专人会跟你联络，甚至你就在里边看到我们会办理什么样的活动，或有什么样的资源不管你是亲自临柜，或者是直接线上跟我们的伙伴联系，这样的一个针对青年朋友，不管是职涯的规划发展，或者是就业辅导，都会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欢迎我们市民朋友，如果你家里有青年少年呢，还是讲你本身就是少年呢？什么叫少年的呢？15岁到29岁叫少年。15岁到29。我是乌子桑主持人我唔知但是29岁，你今年还29岁欢迎身份证29岁以内，咱15岁以上29岁以内，这个少年朋友欢迎多多利用咱云嘉南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所以这个职涯发展中心很好Young Salon。那如果这是针对青少年朋友15到29岁嘛？那另外如果说现在想要转职的啦，或者是说求职的民众，有没有什么也有这样的服务嘛？也可以去做咨询嘛？当然我想市民朋友，我们的服务不分年龄层。那如果各位不是青年朋友，那当然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对，走一趟就业中心。跟我们就业中心的伙伴联系不管你是要做职涯的这个转职的探索、性向测验，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要另找工作的打算，或者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有职业训练的需求，只要到就业中心，我们的伙伴都会提供你专业的建议甚至直接就跟我们的职业训练的单位联系提供你报名的机会。所以欢迎多多跟云嘉南分署联络。对啊，所以只要有找头路，或者是创业方面的问题你嘛家己唔知要安怎，嘛不要紧，你就是直接去问就会使人拢会给你做服务。好，那我们知道署长你是那个今年4月新上任嘛，有没有什么新的展望呢？当然我家己有足大的期许是，我希望咱的所有的乡亲朋友、市民朋友都能够充分就业，100%就业。所以各位朋友欢迎您会用多多跟阮联络所以我的展望就是讲，希望我起码会用了解咱事业单位还是产业的需求，他们需要什么样职能的这个劳工朋友，那我们就依照这个产业界需要的职能来开设相关的职业班对。那如果我们开设的这个职业训练班，老师跟设备跟不上业界职能的需求，我就较紧来添购设备请咱业界 pro 的老师来加入咱授课的证。因为我讲过，我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每个人
想要有技术或想要找工作都能达到100%。这个理想跟愿景，也许一时半刻不容易达成，但是我讲过，只要咱大家有心，我有这个雄心壮志，咱市民朋友有决心要来学技术，要来吃头路，咱双方面一起大家来努力。我想国家投注在整个人力资本的累积，不惜设备、成本、金钱，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在当中受益。所以有一句话说，训练真的很贵，可是他们讲不训练更贵。所以同样的，我也鼓励我们市民朋友投资自己真的很花时间，也很伤心力，甚至很耗你自己的金钱了所以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但是不要忘了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跟环境里边，能够跟得上整个变化的角度。对，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不断的充电。不管你有待业转职的需要，或者是你是在职劳工，但是你也想要给自己不断的充电，拥有竞争力的机会，不要客气。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绝对永远跟各位站在一起那欢迎各位市民朋友踊跃跟我们联络，善用政府的资源去经营自己，创造未来。哇！非常感谢分署长，我听得好感动就是说，如果要学什么，肯花钱在帮我们民众做训练呢，对不对？哇，非常谢谢分署长，今天在高咱这波当中所以我相信做在咱的市民朋友、青年朋友等等呢，今天受益良多啦就是说，真的有需要直接找我们云嘉南分署。再一次感谢分署长，谢谢你，主持人，谢谢。和咱市民新乡这波底下各起到了，感谢你收看，咱再会。